坐穩啦喎，我哋呢班探險之旅2022嘅班次就快開出啦。今晚有我呢位人力車夫帶大家喺香港同九龍捐窿捐罅，話你知一啲你睇唔到、聽唔到嘅嘢。而家望下你哋隔籬左右，認清楚啊！分分鐘搭搭下會變咗第二個樣㗎。下一站西港城港澳碼頭。 Next stop, Western Market, Macau Ferry. 下一站西港城港澳碼頭。下一站普仁街。 Next stop, Pullian Street. 下一站普仁街。大家有冇開始覺得有啲陰氣重呢？而家人力車夫將大家拉到嚟上環嘅墳墓街。香港開埠初期，有好大批嘅華人由中國嚟到香港避難。呢班華工因為當時居住嘅環境擠迫，衞生嘅條件惡劣，唔少人都染疫而死。當時香港係仲未有公共墳場嘅。咁附近嘅花園就成為咗當時佢哋嘅安葬嘅地方。當時佢哋安葬嘅其實都只係佢哋一啲無名無姓嘅屍首，隨意咁樣拋棄喺度，即係難聽啲講句，其實係亂葬崗。如果你哋而家見到有人同你揮緊手嘅，我建議你哋當睇唔到好啦。下一站文武廟。 Next stop, Manmo Temple. 下一站文武廟。下一站卑利街。 Next stop, Peel Street. 下一站卑利街。下一站大館。 Next stop, Tai Kwun. 下一站大館。大家係咪覺得大館有關二哥照住，陽氣好盛，乜都唔使驚呢？其實以前呢度附近嘅域多利監獄入邊都有好多死囚含冤而死，冤魂一直不散。大家如果見到出邊有嘢飄下飄下，記得小心啲啦。下一站怡和大廈中環站香港站。 Next stop, Jardine House, Central Station, Hong Kong Station. 下一站怡和大廈中環站香港站。下一站金鐘站太古廣場。 Next stop, Admiralty Station, Pacific Place. 下一站金鐘站太古廣場。
下一站廈門街合和中心。Next stop, Amoy Street, Hopewell Centre. 下一站厦門街和合中心。下一站伊利沙伯體育館。Next stop, Queen Elizabeth Stadium. 下一站伊麗莎白體育館。有冇試過半夜3更有郵差上門送信俾你啊？有啊，喺5、60年前，呢間舊灣仔郵政局，佢就已經有一位郵差令到附近嘅居民聞風喪膽。佢通常會喺午夜之後先會派信，而佢派嘅信裏面只係得一張白紙。喺嗰段嘅時間，有好多灣仔嘅居民都收到呢一位郵差派嘅信，而不約而同嘅係，所有嘅收件人都會喺7日內離奇咁死咗，又或者有血光之災。而呢個傳聞去到80年代，有附近嘅居民請咗法師嚟做風水法事，之後先至冇事啫。所以同大家講聲，千祈唔好亂收嘢啊！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站。Next stop, Cross Harbour Tunnel Toll Plaza,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ham Station. 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站。下一站老龍坑街。Next stop, Lo Lung Hang Street. 下一站老龍坑街。睇棺材都唔叫埋我，出事㗎嘛！等我數一數人頭先，1、2、3、4、5、6、7、8，啱數。大家都唔使驚，嚟到呢一帶有好多長生店，附近仲有殯儀館。雖然大家見到好多燒香拜神，其實呢度附近冇乜鬼怪嘢嘅。下一站何文田站。Next stop, Ho Man Tin Station. 下一站何文田站。下一站麥花臣遊樂場。Next stop, McPherson Playground. 下一站麥花臣遊樂場。好啦，各位叔伯兄弟、姨媽姑姐、朋友仔，我哋到站啦，記得帶齊你哋嘅嘢落車啦，拜拜啦。坐穩嘞喎，我哋呢班係探險之旅2022班次，我係阿優，我今晚會帶大家喺香港同九龍捐窿捐罅，
話你知一啲你睇唔到、聽唔到嘅嘢。而家望下你隔離左右先，認清楚啊！分分鐘答答下變咗第二個樣㗎。下一站恒豐中心德成街佐敦站。Next stop, Prudential Centre, Taixing Street, Jordan Station. 下一站恒丰中心德成街佐敦站。下一站金馬倫道尖沙咀站。Next stop, Cameron Road, Trimshatri Station. 下一站金馬倫道尖沙咀站。下一站尖東站 Victoria Dockside。Next stop, East Trimshatri Station, Victoria Dockside. 下一站尖東站 Victoria Dockside。下一站永安廣場。Next stop, Wing On Plaza. 下一站永安廣場。大家不如同酒吧 happy 緊嘅朋友講聲 trick or treat 啦！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站。Next stop, Cross Harbour Tunnel Toll Plaza,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ham Station. 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站。下一站香港中央圖書館。Next stop,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下一站香港中央圖書館。下一站禮頓中心時代廣場。Next stop, Leighton Centre, Times Square. 下一站禮頓中心時代廣場。下一站雅谷大廈。Next stop, Amigo Mansion. 下一站雅谷大廈。大家都知道跑馬地馬場嘅歷史悠久，但你未必知道，大約100年前，跑馬地馬場發生咗一場香港史上最嚴重嘅火災。自此之後，就成為咗靈異事件嘅主角啦。當時嘅賽馬係每年一度嘅盛事，而喺1918年意外嗰日，就有4500名馬迷嚟到馬棚睇賽事。當時嘅馬棚係由木搭成，樓高2層。喺賽事舉行期間，看台嘅棚架突然倒冧，倒冧嘅棚架砸住觀眾，砸住棚底食檔，砸住煮食爐，引發咗呢場馬棚大火，最終導致超過600人死亡，成為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多嘅火警。你都咪話唔驚。下一站跑馬地馬場。
Next stop, Happy Valley Racecourse. 下一站跑马地马场。下一站湖中大廈合和中心。Next stop, Wuchang House, Hopewell Center. 下一站湖中大厦和合中心。下一站太古廣場金鐘站。Next stop, Pacific Place, Admiralty Station. 下一站太古廣場金鐘站。新界最靈異嘅地方，你第一時間會諗起西貢。港島最靈異嘅地方，你會覺得喺邊度？就係呢一區。喺日治時期，灣仔區死傷無數，所以啲鬼故多到街坊都驚。有最猛鬼嘅星街防空洞，有當時囚禁慰安婦俗稱灣仔紅屋嘅南固台，仲有相傳係刑場嘅修頓球場。有人見到球員踢緊同打緊嘅唔係足球，唔係籃球，而係人頭啊！下一站中環中心。Next stop, the Center. 下一站中環中心。下一站修打蘭街。Next stop, Sutherland Street. 下一站修打蘭街。下一站中環天星碼頭。Next stop, Central Star Ferry. 下一站中環天星碼頭。喺呢個站前面有條長命斜，叫做東邊街。喺1984年嘅一個夜晚，盂蘭盛會結束之後，有一架貨車喺轉入東邊街嘅時候失控，撞到私家車，然後再衝入鋪頭，引起爆炸大火。最後，貨車司機、私家車司機同埋檔主身亡。而嗰位私家車司機係附近一間醫院嘅醫生，據講佢當時投訴喺醫院附近舉行嘅盂蘭盛會太嘈，影響病人休息，導致警察到場執法，所以街坊就認定係鬼魂向醫生報復。因為咁，呢度嘅街坊都好重視盂蘭盛會。我哋已經到達終點站，請離開車廂，拜拜。This is the terminus. Please alight here. See you. 我們已經到達終點站，請離開車廂，再見。